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刑天啊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咁由2026年1月開始呢，每逢星期一，我都會呢有一條片呢係會有抽獎嘅環節嘅。咁抽獎嘅形式呢，我就會有一個幸運轉盤啦。咁呢個轉盤呢，就會寫住0至9、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咁每一次抽獎呢，我都會一次過轉3次嘅。換句話講呢，呢個幸運號碼呢係由3個字組成嘅。咁而家播緊呢，就係一條示範嘅影片。咁所以呢，每一次嗰個幸運號碼係會由000至到999，而觀眾呢就要競猜呢3個數字個組合究竟係幾多呢？每次觀眾呢留言嘅時候，當然就要打我要抽獎，然之後你就要競猜一個3位數嘅數字，例如008、028、060、128、338、999等等。例如呢一次抽獎，有位觀眾留言，佢估嘅號碼係338，咁而我抽獎轉嘅時候，嗰個結果都係338嘅時候呢，佢就會直接中獎啦。但係假如338係冇人中嘅時候呢，就會以最接近嗰個數嘅觀眾為之贏啦。即係例如抽獎嘅結果係338，但係冇觀眾估中338嘅時候呢，337、339呢一個就會係最接近嘅結果。咁每逢出片之後呢，觀眾就可以喺星期一開始去到星期日夜晚嘅11點59分呢段期間呢，你都可以留言嘅。喺每位觀眾留言之後呢，我會回覆確認。咁喺每逢星期一出嘅片呢，都會至少有一份嘅禮物係會抽出嚟嘅。咁第一份禮物呢，係唔使 view 數都會直接抽嘅。咁如果有第二份禮物呢，由第二份禮物開始呢，係需要有一定嘅 view 數呢先至會抽嘅。第二份禮物呢，最少係要有500個 views。第三份禮物呢，最少係要有1000個 views。而第四份禮物呢，最少係要有1500個 views 嘅。咁如此類推。咁假如有禮物唔夠 view 數抽唔到嘅時候呢，呢份禮物呢將會帶到去下星期再抽過。咁喺抽獎環節呢，每一份禮物呢，我都會話俾你聽邊一份係第一份，邊一份係第二份，邊一份係第三份。咁抽獎結果呢，就會喺翻星期一嗰條片抽獎環節嗰度呢就會公布嘅。得獎者呢，就要喺嗰條片去到星期日嘅夜晚11點59分之前呢，你就要 IG 我核實翻你嘅身份，同埋話埋俾我聽你順豐嘅資料。而所有抽出嚟嘅禮物呢，我係會順豐包郵嘅。但係如果得獎者到截止時間，即係星期日夜晚嘅11點59分都仲未聯絡到我嘅時候呢，咁嗰份獎品呢，又會留翻下一次再抽過啦。最後啦，就係最重要，簡單講下參加嘅辦法。參加辦法好簡單，只要你哋睇晒條片，訂閱我嘅 channel，like 咗條片，將片嘅連結複製並且分享到你嘅社交平台。最重要係留言打我要抽獎，然後喺000至999選一個3位數字嘅號碼。仲有記住要分享你對我呢條片嘅感想，因為如果當有2位或以上嘅人士抽中嘅時候呢，我係會揀一啲較佳嘅感想分享，作為最後嘅得獎決定嘅。記住啦，每個 YouTube 嘅 IT 呢，只限留言一次，編輯留言係會作廢嘅，洗版或者多次參加呢，我係會永久封鎖嘅。咁希望大家以後會多多支持我嘅頻道啦。
咁今次呢條片呢，最主要呢都會喺九龍灣 MegaBox 嘅一間夾公仔專門店嗰度，我係會以實況形式呢同大家一邊夾一邊喺度旁述。咁呢一台呢，最主要呢都係夾盲盒，眼見大多數呢都係辣布布，咁有少部分呢就唔係辣布布，就係其他嘅盲盒。咁而家夾緊呢一盒呢係迪士尼。咁佢個防禦位，即係個擋板個位置呢，係有個弧形拱起咗嘅。咁其實夾呢啲盲盒嘅最主要用個技術就係吸隻角。因為你會見到呢咁細個爪呢，好難去全包呢一盒嘅盲盒嘅。咁所以呢，最主要呢都係夾每盒嘅盲盒嘅一隻角。咁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夾盲盒呢？如果鍾意嘅話呢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到底你最鍾意夾咩盲盒？咁嗱，Labubu呢其實都已經出咗好多代㗎喇，一代、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。喺呢段時間停咁耐，唔知我係咪去得唱錢呢？冇錯啦，一如我所料，我又走咗去唱錢啦。咁就繼續夾。咁有時夾公仔呢，就唔係話你想夾就夾到嘅。咁我成日都覺得呢，夾公仔呢，有一半呢係靠運氣嘅。咁有時好好彩，5蚊就會出到，但有時呢，好唔好彩嘅，500蚊都未必出到。咁所以睇嚟我呢次呢個運氣都係好差嘅。頭先嗰下爭啲㗎喇，不過又掟返上去。咁啊，睇嚟都要放棄啦。咁啊，盲盒夾唔到，咁啊唯有轉戰呢一部迷你機啦。同樣都係夾迪士尼嘅，不過佢啲盲盒就拆開咗。咁但係佢呢個機嘅洞口，呢個擋板嘅洞口呢，相對呢就更加細嘅。
其實如果兩部機對比呢，呢一部嘅難度呢係更加難。咁我成日都講啦，迷你機喐嘅幅度呢係好細嘅啫。咁我成日玩迷你機呢，都好中意呢用隻爪呢去撞隻公仔嘅。每次呢都係將隻公仔呢夾高啲，跟住呢就會由後邊撩返落嚟，睇下可唔可以撩到去出貨位嗰度。咁啊，好唔好彩呢？暫時夾咗咁耐呢，都係冇收穫嘅。咁不過我想講呢，觀眾呢唔使太擔心嘅。假如我星期一出嘅片真係夾唔到公仔嘅話呢，我都有好多公仔呢係會另外送俾大家嘅。所以呢，只要睇晒我呢條片，跟住你抽獎又玩得叻嘅時候，咁你就好大機會呢去攞到公仔㗎喇。咁抽獎環節呢，其實喺片頭呢就已經係好詳細咁樣去同大家講咗個玩法。好啦，又轉機啦。咁其實呢度呢就已經唔係九龍灣㗎啦。咁呢度呢其實就係我初初拍片嘅地方嚟嘅。咁呢一度係粉嶺嘅海聯廣場。咁呢部係巨無霸機。咁呢部嘅公仔呢，非常之大隻，好多都係啲珍寶 size 嘅公仔嚟。嗰隻星之卡比太大嚿啦，不如就夾下其他啦。
哇！勾實隻公仔喎，呢隻係飛鼠啊，好犀利啦！終於跌咗一隻飛鼠啊，Chiikawa珍寶 size 嘅公仔。終於都夾咗第一隻公仔啦！咁大家留意啦，今個星期一抽嘅第一隻公仔呢，就會係Chiikawa嘅大飛鼠啊！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再繼續有收穫啦。夾實咗，會唔會帶到出貨口呢？哎呀，咁啊跌返落去正槍位。好重啊！隻公仔，所以通常呢咁重公仔呢，好大機會都係要全包隻公仔先有機會夾得到。咁啊嚟到呢度呢，都係要唱錢嘅，所以我拍呢條片呢，暫時係唱咗2次錢。唱完錢就繼續夾，有錢呢就有希望，冇錢呢就冇希望，係咪？唔全包呢，就根本就冇力夾隻公仔。咁啊，再同大家講下，每逢星期一呢一條嘅抽獎片，嗰個抽獎環節個玩法啦。咁呢，你哋睇晒呢條片之後呢，你哋就要訂閱我個 channel 啦，like 咗呢條片，咁呢，複製我呢條片嘅連結呢，去分享你哋嘅社交平台嗰度，等多啲人可以睇到我呢條片啦。咁當你睇完呢條片啦，好啦，分享完啦，跟住呢就留言啦。留言呢就要打我要抽獎，然之後呢就喺000至到999之間就揀一個3位數嘅號碼啦。咁揀咗之後呢，最後就打一啲嘢啦，咁就分享翻你對我呢條片嘅感想。咁啊，越豐富越好嘅，因為呢，如果當有2位觀眾抽中咗，係啦，2位或以上啦，有觀眾抽中咗嘅時候呢，我係會揀一啲你嘅感想較佳嘅，就會成為呢個最後嘅得獎者。
截止嘅時間呢，就會係出咗呢條片之後，跟住落嚟嘅星期日晚11:59就為之截止啦。當我個留言有回覆嘅時候呢，有確認嘅時候呢，咁就係有效嘅留言啦。但係當如果你嘅留言我係冇回覆到、冇確認到嘅時候呢，你呢個留言呢係無效嘅，就算抽中咗都係無效嘅。咁無效嘅原因呢，最主要呢都係你個留言嗰度呢有編輯到啦，或者你係重複咗留言啦，又或者洗版啊，一啲無關係嘅留言呢，我都係唔會覆嘅。好啦，差唔多嚟到片尾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呢條片啦，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， 記得俾個 like，share 俾朋友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新片呢，我就會通知你。記住啦，我呢條片呢係會有抽獎嘅，咁所以呢，大家要知道個抽獎辦法，參加抽獎。我哋下條片就會抽出第一隻嘅公仔。咁啊，最後呢條片呢，係啦，夾出咗呢隻芝卡哇飛鼠，大飛鼠。呢隻呢就會係成為我哋第一隻嘅抽獎公仔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飛鼠，拜拜啦，拜拜觀眾啦，好大隻，拜拜，拜拜。流れる